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66247个本土病例，有40人死亡。指挥中心宣布，上近一礼拜快筛阳性就算确诊。美国官员表示，台湾无伫印太经济计较头一批名单顶头，咱国外交部表示遗憾，强调讲会继续争取。传染病高猪一定给全球15个国家来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预防水煮的疫苗对高猪嘛有8成5的效果。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66247个本土病例，有36个境外病例，增加173个中重症，有40个人死亡，其中有2个还未5岁的囡仔。针对病例数减少，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目前看起来疫情是控制了袂歹。指挥中心嘛宣布讲，上近一礼拜，所有民众快筛验出阳性，经过医师的诊断，就会当领药啊。咱来听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本土病例是66247例，另外死亡个案是40例，37位有慢性病史。那15位是没有接种过1剂的疫苗。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有2位是未满10岁的小朋友。第一位是一位1岁的男童哦，那本身没有慢性的病史。那小朋友是在家里面睡午觉期间呢，被家人发现说叫不醒昏迷，目前判定的死因还是新冠肺炎这样子。那第2位的话呢，是一位3岁的男童那本身也没有慢性的病史，不过因为在这个整个住院的期间这个仍然是有并发这个严重的脑炎、缺氧、心律不整以及休克的一些情形，所以不幸在这个大概住院的第4天，也就是整个病程的第5天的时候呢，因为病况恶化而在医院过世。这2天我们当然马上会宣布，就筛检站会变成是一个诊断加上可以领取药物的地方，就是阳性的病人以前到那边做 PCR， 快筛阳性的人到那边去确诊，那然后就可以领相关的药物，或做相关的医嘱或一些通报的动作。指挥中心宣布讲，今仔开始增加原住民地区各离岛的民众，只要快筛阳性，经过医师确认，就算是确诊哦。指挥官陈时中嘛讲，虽然嘛可能全面比较办理，有医师是暂时讲，认为安尼会当赶紧用药来减少死亡率。另外，伫南部有一个10岁确诊的查甫囡仔，有抽筋，佮产生幻觉的症头，因为病毒已经拖到脑部，引起急性脑炎，伫顶礼拜3不幸过往。自8月23开始，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自主防疫，65岁以上原住民族地区抑个离岛地区的民众等6大类对象，只要是快筛阳性，经过医生判定了，就当作是确诊新冠肺炎。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讲，上近一礼拜宣布会扩大到全体民众拢适用。对此，专家表示赞成。确诊的时间若是让缩短，就让量早开药化，降低重症加死亡的风险。快筛就变成阳性就确诊的话呢，至少可以省2到3天的时间。那这个对于及早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虽然欧盟克感染大部分拢是轻症，不过依然有12例儿童感染了重症，其中3例死亡。尤其是台南10岁查甫囡仔无慢性病史，感染了合并明目性脑炎。除了发烧、骹手揪筋，会阁出现敢若是幻觉，讲病史内面有妖怪。上尾也是因为脑水肿伤过严重，才被抢救无效了死亡。热性痉挛通常是发生在5岁以下，所以如果5岁以上、6岁以上，这小朋友还会有抽筋，这是不太正常的。开始出现一些意识昏迷、嗜睡，或者是说胡言乱语，像这个病人这样胡言乱语、乱说这个奇怪的、听不懂的像这样的状况，千万要很小心。医生讲，儿童感染了合并脑炎的情形，在欧美国家较少出现，顶多是日本、香港加台湾等亚洲地区的国家已经有少数个案，拢是在确诊了病毒快速攻击囡仔的脑部，所以希望家长12岁以下囡仔也是尽量做疫苗，就算是做1剂啊，拢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宣布讲，原住民地区各离岛今仔开始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哦。台东县是全县拢适用，台东有15间的基层诊所，佮16间卫生所会当帮民众看诊开药单。也毋过今仔早起，嘛是有民众毋知影上新的消息，走去病院排队要做 PCR。台东县2、3起，全县封闭开，原住民甲离岛地区，只要快筛阳就是确诊，毋免搁到病院做 PCR。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无了解，到部立台东病院急诊室排队要做 PCR。着了病毒了对无？到底是什么症头的？啊，食药啊无？啊，这个问题就较复杂啦。不过也有知影这项资讯的陈小姐，伊的家庭有3回快筛阳性，特别请假为高雄转来，早家庭的健保卡到诊所找医生，经过医生用赖时信，确认病患资料，甲判到快筛结果，确定确诊了后，就随开抗病毒药物，才互陈小姐较放心。不过这款的时信看诊，伫欠医疗资源的台东县实施，有可能占用医生门诊较侪时间。我觉得这样变得很方便，不用去大医院，然后在诊所就可以。就是拿到药，我觉得真的很方便。相对就是说会正常的门诊稍微会耽搁啦，我们也希望说其他的病友能多多体谅因为在这个非常时期台东县卫生局表示，目前下当假日时限判定确诊的基层诊所有15间，佮加上16个乡镇市卫生所，拢总有31间，可能也是无够。不过台东县的7间大型病院也会当协助晚期判托。卫生局强调，时限看诊有几种管道，若讲拢袂晓使用，也是会当由家人还是亲戚朋友提回到诊所还是病院，请医师判托。请亲友带着你的快筛板还有健保卡去诊所或医院，请他科医师给你判读。不过快筛就是确诊了后，对台东县的快筛剂需求增加，卫福部已经同意增加数量，予台东县卫生局规划要伫各乡镇市公所增加实名制快筛剂的供应站。记者综合报道。过来为着病的人数真侪哦，真侪确诊的民众想要用中药清冠1号来治疗。卫生福利部有设一个公费清冠疫苗清冠1号的网站哦，民众会当来查讲，过来1391间中医病院，对一间阁买有清冠1号。团结抗疫，清冠给力。本土疫情大爆发，也予公费清冠1号需求增加。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甲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设计公费清冠1号动态查询表，会当看到1391间中医院所的清冠1号库存资讯，民众按照所在的关市点选，毋免阁一间一间找找清冠1号降低找无的几率。参与视讯医疗的1391家的这个医疗院所，每一天晚上的12点以前，把他们可以供应给公费视讯医疗取用清冠1号的人次，还有这个数量呢，登记在这个表单上面。那这个表单呢，在隔日的清晨7点，都会做一个及时的更新。立委也提醒民众，清冠1号地包毋是清冠1号，类清冠也毋是，一定爱证明背经授权药厂，才会当避免买到假货。公费清冠1号动态双向表单，由中医院所写的清冠1号库存，提供民众上网查询，透过时性门诊快速处理清冠1号。动员了全国22个县市那我们目前也完成了。各位所看到这个表单，它是一个滚动式的一个表单，可以透过这样一个表单，知道说在哪些地方还有清冠1号，可以打电话，可以透过视讯诊疗取得清冠1号。我们私底下也跟八家药厂呢确认过，大家原来的产能1个月大概是在15万人次的这个5天疗程的这个治疗的内容。那在这一段时间，大家加紧努力之下那看起来数字是可以往上提高到20、30万左右。中华民国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郭富勇进一步表示，即马逐港大约有16000人是需要清冠1号，8大授权药厂也产量全开，任命挂工。为了补助用药的空棚，几啊间的授权药厂也讲，拒绝国外订单，都是为了要将药留伫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本土确诊病例超过上百万例哦，有真侪行业拢受到影响。中华邮政台南麻豆邮局最近就有13邮差确诊，只剩来邮差会当送批送货哦，根本是送袂完。中华邮政嘛赶紧来调度卡手，包裹佮快捷先送，尽量无想要造成民众的困扰。台南麻豆邮局的外勤单位，23号一透早，总局就派人了解状况，并且叮咛工作上要注意安全。因为麻豆邮局的外勤单位总人数19名，近期多13名确诊新冠病毒，将近60成，剩下6名邮差都要送15个区单，人力是明显不足。这个邮局的工作人员真的蛮辛苦的，尤其是那个邮差啊，受这个疫情那种加减会受到影响。慢交就慢交，交就交啊！咱来用平常心去看待。疫情期间，民众大部分体谅邮差的辛苦，而中华邮政台南邮局是表示，针对这个状况，目前是赶紧调派10名人勤的单位人力来支援，尽量维持营运正常。我们已经补足了10个外勤人力，所以其实影响的范围不大。那我们一定是让邮务正常运作，以包括挂号、快捷优先，然后平信才5天之内送完，以先进先出的原则。麻豆邮局传出侪人确诊了后，内部嘛大清消。8日开始，麻豆邮局将会提供快筛给员工，上班进前就必须要先快筛，阴性了才会当上班交来投批。柜台目前是正常营运。疫情期间影响各行各业，各单位内部嘛强体时间互相支援。记者郑云淡报道。台中市政府宣布讲，高中以下学校今仔开始要线顶上课1礼拜哦。也毋过，台中立林高中高1的学生今仔是照常去学校考这学期第2届的段考。学校表示哦，因为考试的成绩会影响到学生推荐入学，佮有隔离分组编班哦，所以大部分的家长佮学生拢正成功去学校考试，明仔载才要开始线顶上课。学生挂着喙暗，认真伫咧写题目。台中市立林高中23举办高1甲学校实体考试，也因为疫情严重，市政府进前有宣布，高中以下学校1礼拜改做是线顶教学，引起外界质疑。学校出面回讲，要考试唔考试，拢有家长学生支持，敢若会当伫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之下举办期中考。会做这样的一个决策啊，就是说有双方面的困难啊。第一个，想考的家长。学生，他们希望考这公正、公平、公开的考试。校长刘瑞晶表示，去年3级警戒时阵捌用过线顶考试，不过公平性受到质疑。进前有学生确诊，23所举行的第2届期中考已经是延后2礼拜，也因为这成绩的影响到翻青推荐入学加高2分组编班，真侪学生家长拢是希望维持实体测验。学校强调，本地2届考试已经集中伫1天完成，而且加开校车，加载高1的学生来到学校，降低感染风险。教育局表示，这届考试成绩牵涉到升学，算是特别案例，已经要求学校就要做好防疫措施。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它已经有涉及到一个考试，涉及到将来繁星成绩的计算，它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所以它是单一，它考完它之后还是一定要回归到线上教学啊，不是说全部就通回来，不是这个意思。市政府强调，考试考煞学校就要恢复线顶上课。根据到入林高中的统计，高1有700多的学生，这届考试有53个无来考。那准学生因为居家隔离或者是确诊无法度来考试者，会用公假的方式，而且采用多元评量的方式来计算成绩，权益未受到损害。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到大国内有超过13万的学生确诊哦，国小45000个人上侪，有真侪县市这礼拜拢改线顶上课。台北市政府是有提供照顾全班，家长有困难嘛是会当家囡仔送去学校，也毋过实际上去学校的人数无介济哦。这波疫情对做营养午餐的业者来讲影响是真大，业者讲这2个月因材料的损失拢超过上亿。我们以前教过9+8。老师徛伫咧大荧幕头前，手摕着平板，甲学生做远距教学。因应疫情的影响，台北市高中以下学校23到27改做远距上课，无到学校，所以学校内面无啥学生。因为有一寡家长无法度伫咧厝内照顾远距上课的读国小甲幼稚园的囡仔。所以学校即马有提供照顾全班。台北的长安国小伫咧23就6个国小的学生到学校，
一个老师甲因照顾，因分别参加因班顶头的远距课程。因那幼稚园只跟他2个囡仔来，2岁班到6岁这样子，总共136位孩子，只有2位孩子回来做一些生活常规跟他一些生活自理。原则上，我们也希望打了疫苗，孩子有防护力了以后，孩子回来上课是我们乐观其成的。学校讲，伫即马幼稚园加小学外语注疫苗的比例大概是6成加5成，希望有疫苗保护了，教学也是人以到上课为主。根据统计，这礼拜台北有150间学校实施全校远距上课，国小照顾服务总共有开185班，因那中等学校有118间实施远距上课，但是全部拢远距上课，那是影响到教学加照顾的问题，对有准备营养午餐的团膳业者也造成正大的损失。那专营学校午餐学生没有上课，那当然就是无法供餐。初估全国从23号到27号的部分，营业损失可能就高达4.5亿。业者讲，团膳业的净利正低，疫情所造成的损失，无应该由业者家己负担，所以相关单位应该当提供相对应的补贴加纾困的协助。教育部回应讲，会当看企业内面的暂停执行的规定来办理，也那纾困这部分是需要跨部会来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婚姻馆有将近2000个12岁以下囡仔为着病，县政府最近是买1万支的喙烂的快筛试剂，要发予幼儿园来使用。目前婚姻馆嘛已经有将近3成的囡仔有注儿童莫德纳疫苗，再来嘛阁有儿童的 BNT 疫苗会当注。为着要减轻囡仔体检的时阵无爽快感觉，婚姻管府23透早甲1万支喙烂快筛试剂分送予县内幼稚园。都有学校老师嘛讲，最近有真侪囡仔厝里有人确诊，囡仔若准讲要体检，用喙烂快筛试剂会更较方便。那个鼻腔它比较小，而且又脆弱。如果用快筛试剂的话，一般孩子都一直哭所以用这样子的话，对孩子的话，他比较不会害怕。那我们其实，在去年5月份，全国总会就已经跟我们的卫福部跟教育部一直在反映说，5岁以下的孩子，他必须要做一个安全的防护，需要唾液快筛。婚姻管府表示，目前针对县内幼稚园先配发20支备用，若剩的试剂会放伫县内6区域的负责配发防疫物资的中心学校。若准有需要幼稚园，会当提名单来领快筛试剂甲防疫包。委员有100多所了那我们这个3000剂左右的先发到各幼儿园里面去，那剩下的7000剂就放到6区的这个市际中心学校里面。那等待这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各幼儿园如果学生需要来做快筛的时候，都可以到这6所中心市际学校里面去领取。另外，婚姻管府表示，目前县内6岁到11岁已经有8900多位囡仔注过莫德纳儿童疫苗，占3成的比率。学校嘛陆续针对辉瑞儿童 BNT 疫苗调查注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管教病院是真无用昨透早新北市的天主教精神病院安康分院，有民众因为囡仔发烧去急诊家长的心情真歹，竟然骂护理师，佮呛声讲要约朋友来闹事。护理师是真委屈也毋过讲因即马嫌休困的时间拢无，嘛无迄个心情甲时间来提告。病院是牵制暴力，嘛拜托民众，因为病人实在是伤过济咯，希望大家爱互相体谅。礼拜透早1点外，家属抱着发烧的查某囡仔来病急诊。护理人员讲，当场处理线顶一个病人了，10几秒钟就轮到这个囡仔，按照流程做急诊的检伤分类。无想到讲囡仔吐了，做老爸人就规个人也讲，大声骂，佮讲要叫人来。和医护人员是惊甲手皮皮喘。护理师的心中是有委屈，但是他不想提任何的司法动作。他说他剩下的时间不想再去警察局或者法院做笔录，他只想回家睡觉，希望到此为止。也拜托大家对护理师有一点点耐心。碧潭派出所的警察到现场维持秩序。这个做老爸人只跟他讲，家己有淡薄仔紧张，也过也无会识的人就走。医护人员伫事后未提出告诉的原因，和病真唔甘。伊讲想要有加淡薄仔时间休困，无想要开时间早发现。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打电话向这个医护人员加油。对，没关系，他不理智我就算了。希望大家可以多点理智啊，还是对。你宝贝你的小孩，我们护理师一样是妈妈的宝贝。
疫情严重的时阵，天主教进行病院安康院区，伫疫情急诊的收治量能，一个月差不多是1000人左右。不过今年敢若是5月初一到即马，就9600多人，是疫情的要甲10倍。病院强烈谴责对医护人员暴力甲恐吓的行为，也拜托民众和第一线人员加淡薄耐心甲同理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昨去新北市参加党内选举的投票，也毋过有人质疑讲疫情的摊销，总统只关心选举，无关心新北市的疫情哦。也毋过总统府是强调讲，总统一向拢真关心。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哦，总统上过无用咯，家己认真拼较实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嘛批评讲，总统蔡英文伫4月份有开防疫会议，迄届并无邀请新北市长。蔡英文总统离离到新北参加党内选举投票，无开会视察防疫行程、防疫期，过疫情煞无入。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表示，总统去年就捌敲电话予新北市长侯友宜，最近也敲电话新北市医师工会协调防疫事宜。也毋过敲予侯友宜的电话是去年6月代志。侯友宜认为中央配套手慢，靠说蔡英文可能想无用啊。所以很多问题我都是讲了1个多月，那1个多月以后，光一个系统1个多月才说要出来改善，总统实在是太无用的啦。所以新北市的大细项代志，咱较认真拼，较实在。外界关注台北市长郭文哲今次也捌接到总统防疫电话，政府发言人陈志南讲，无听过郭文哲讲起总统有敲电话关心北部疫情。也毋过今年4月，蔡英文召开防疫会议，敢若到湘北的市长，事后也暗藏防疫资讯。让我们比较疑惑的是，当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总统在总统官邸里面召集了绿营县市首长来讨论一些防疫的重要项目，事后却对双北来暗砍这些讯息。总统想找谁去开会，这是总统的权利，我都尊重。国民党团23举行记者会，表示新冠病毒无分小水。也毋过，蔡政府伫咧听民意资源分配，对于地方的关心等，拢有上标准。发小水防疫，呼吁中央听双方的意见，回应地方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防疫险引起真侪争议甲问题，经管会主委黄天武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有真侪代志拢有道德风险哦，也毋过拢爱配合防疫政策。卫生福利部会定出流程，保险公司就要依照契约来赔偿。本土疫情严重，防疫政策调整造成真侪理赔事件争议。因为金管会伫咧4月决定，轻症居家照护防疫险会当比较大额理赔，不过前提是要有医疗行为。究竟居家照护需要什么款的行为才算是医疗行为，引起关心。要看卫福部最后他的防疫政策的调整。那我想我们工会再去做一些判断。黄天武讲，医疗行为本来就是由卫福部界定，不是金管会伫咧决定。事实上，按照保单的条款，若是无大额的事实，就无包括伫咧理赔范围内。不过因为4月初赔了，担心大量的轻症患者进入病院，会引起降低医疗量能的好意，才甲保险业者协调，绑定居家照护也理赔。若居家照护有啥物款的行为才是医疗行为，由产险公会决定。另外，伫咧即马快筛阳性就当作是确诊就要实施啊，也互各界关心防疫险是毋是还佫会赔？只要保险公司已经同意承保的这个保单，以前他买了几张，保险公司都有这个责任。如果他一旦发生理赔事故，合乎保单的这个约定的条款，他就要去理赔。黄天武强调，协保无登记理赔，只要通过承保的保单，不管消费者买几张保单。发生代志，拢有责任爱赔。不过，若是无同意承保，看公司依照风险是毋是同意，未来由工会公布理赔指引。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目前无申请的人数已经有1400人了。经济部之前是有推出行销的补助计划，上济10万块，有6亿预算。目前嘛已经有6000间的业者申请了，这笔预算特别用了。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会搁向行政院来争取。
也毋过贸易委批评讲，这款补助对一般的店家哦无啥帮助。不会有水电的减或免，也不会有租金的减或免。大体上应该是委员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就是我们行政院完全不解民生之苦。批评经济部行政院纾困补助无够到达，针对餐饮业10万块行销补助，打伤小食店因根本是看会到食袂到，特别是最近的业绩已经落差真济，更加无可能先开一条钱来行销，才过来申请补助款。米大的已经底下经营袂落去啊！你继续拍背者云雀集团、王品、老四川、烧肉童话这些连锁店，对他们当然是好的啊。我们现在来申请的小吃店哈，其实占了快一半，就是两边各一半一半这样。重点是后面能不能核销？王美花表示讲，一直到顶礼拜5、20的时阵，申请的店家有6000间，经济部官网跳出经费已经用完啦。立委咧批评讲，这伤含，都还未核销，安怎讲是无预算？要爱经济部都爱检讨，争取搁较侪预算。第5天的时候，你的官网上面就写了哦，经费即将用罄。我们是告诉大家说，暂时先你同意第5天，我们会再跟争取相关的经费哈。经济部表示，资金纾困进行贷款会伫6月底到期，到时是毋是要延？行政院已经纳入去讨论。也若印太经济架构头一轮的名单，咱国也无纳入去。王美花表示讲，行政院经贸办总谈判代表郑振中，估计伫数礼拜了后，会和美国的贸易代表地基面会讨论，无排除会有新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特别公布印太经济架构头一波的国家名单哦，也毋过传出讲咱国并无伫名单顶头。外交部是表示遗憾，强调讲会继续争取。有学者是认为，美方应该是为着要减少阻碍，也要嘛毋通要互美中关系毋通阁继续恶化，这会先排除咱国。美国总统拜登都来推动印太经济架构，特别公布头一批成员的名单。即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已经透露，咱台湾无伫咧名单内底。毋过双方都要加强经济贸易的关系，包括半导体、甲供应链等等的高科技议题，会先为双边的基础来拍拼。咱外交部表示遗憾，嘛强调会继续争取。外交部对于我国未纳入印太经济架构首轮名单感到遗憾，我国政府未来仍将持续积极争取参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款是反对的态度，质疑美国的印太策略本质就是要制造分裂、煽动对抗、佮破坏和平，认为会失败。不过，美国众议员经应约批评中国无放弃对台动武力，甚至可能会封锁台湾。美国甲印太地区的盟友都要团结小挺台湾。We need to do more. Our allies in the Indo-Pacific communities in our nations, we need to come together and ensure that Taiwan.Hear us out. We'll be there for you. 日本东京大学的副教授左桥亮接受日本 NHK 访问的时阵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台湾的议题。伊阁表示，有媒体报道23美国日本高峰会了后的联合文件会讲到台湾的议题。咱国的学者分析，台海安全一定是美国印太经济架构的重点之一。拜登政府无将台湾放入去头一批名单内底，主要就是希望让印太经济架构会当顺利成立，也阁有减少美中关系恶化。因为现在4个国家能不能很快凝聚共识向外推出啊，这个都还是需要一方的试探。同时呢，这还有一个国际政治上的一个敏感性，因为中美毕竟现在全面战略竞争，但是美国在很多议题上仍然需要跟中国大陆面对面来谈一些合作的事情。因此呢，这个是可以理解。学者嘛表示，目前美国伫咧经济、科技、贸易甲国防的方面，也有一寡需要甲台湾参详的重点，亲像半导体供应甲生产链。所以美国会伫相关的议题得到国家利益了后，再过来讨论，和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架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 WHO 世界卫生大会已经伫瑞士的日内瓦举办咯。虽然有真侪国家拢小挺咱台湾，也毋过咱国今年已经是第6档无受到邀请。总统蔡英文有录影片向 WHO 喊话，讲伊无应该受到中国的政治干预。也毋过中国外交部是表示讲，有要挖90个国家支持一个中国，所以因拢反对台湾参加。Taiwan is healthy. Taiwan can
澳洲台湾艺术联盟伫日内华发动游行，强调台湾会当斗3天。WHO 世界卫生大会伫瑞士时间2日开始，跨党派立委使徒团已经到当地，海外教界也发动声援活动。不过台湾一直到目前拢无收到邀请函，连续6年无被邀请。总统蔡英文呼吁 WHO 不应该摆渡台湾，积极贡献国际医疗公卫的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 WHO 外。全球防疫体系的完整不应该因为单一国家的政治干预造成破口。蔡英文讲 ，WHO 需要台湾，由13个国家提案，要求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 WHO 列入保障议程。不过中国外交部回应讲，有要甲90个国家以专门致函世卫组织等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立场。任何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的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坚决反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挺台湾参加 WHO， 中国是叫美国莫借这个机会炒作。根据外交部统计，全世界有71个友好国家，加超过3700位政要、议员加各界国际友人，强烈支持台湾参加 WHO 加 WHO。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一种传染病，叫做猴子，一定伫全球15个国家在传。世界卫生组织嘛会讨论，虽然目前阁无专门预防猴子的疫苗，也毋过预防水猪的疫苗，对这款猴子嘛有85%的效果。就伫狗痘症伫欧洲、北美、澳洲出现病例数增加，以色列、瑞士、奥地利嘛有狗痘的病例出现，其中以色列、瑞士拢有发现感染者的女幼鼠。过去狗痘病毒伫中非和西非偏远地区上接看到，医学上嘛认为讲无遐简单喂互人，若有发病的趋势嘛是轻症，毋过过去几礼拜以来有扩大的趋势。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召开紧急会议，表示目前无专门针对狗痘的疫苗，不过已经灭绝的出资，伊的疫苗对狗痘病毒核子性有达到85%。Now, one unpleasant aspect of it is that children tend to be more severely affected. The availability already of some stockpiles and the possibility, in all likelihood, to rapidly produce a large number of doses, and the fact that we know that smallpox, monkeypox vaccine is so effective, I would say that's kind of a silver lining. So 科学家初步推测，狗痘症应该是未演变成做像新冠病毒大流行。What's unusual is to have these numerous cities, 2 continents, so far involved at the same time. What is unusual is that most of these people have not traveled to Africa, nor have they been in any contact that we can note of animals that are exported from Africa. 另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2警告，有关狗痘症病毒的报道有牵涉到种族主义甲恐同言论，毋但污名化严重，嘛受到日益严重的疫情，互当局带来更较大的影响。法新社报道讲，艾滋病规划署表示，最近爆发的狗痘症病例有一大部分是发生伫男性、同性、双性性行为的身上。不过嘛，补充讲，上届有可能小话路线是和狗痘症的人有身体接触，任何人拢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呼吁唔通污名化 LGBTI 人士。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中国面对疫情，佮坚持要清零，上海佮北京嘛拢佮继续的封城，所以伫4月份中国的经济数字拢真歹看。以前人挤人的商场卖场，这1个月以来就安尼空啰嗦拢无半人。伫中国政府坚持推动清零政策，百货公司无人来踅。对生产面来看，有工作的人无法度上班，有产出的企业无法度出货，所以4月份各项经济指标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工业呢增速是下降了2.4%，这个同比下降2.9%。那么服务业呢生产指数呢是下降了6.1%，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呢下降了11.1%。路透社报道讲，中国经济核心包括上海在内长江三角洲，也个扩散甲重工业重镇的东北地区，4月份的工业产出，甲去年同期比，分别拔14.1%甲16.9%，两个所在零售业的成绩，拢比2021年4月时阵旧3成。
也因为中国实体经济活动基数超过预期。中国4月份的炼油产出破11%，发电量的总负载量也减4.3%，拢是2020年顶半年以来上低纪录。虽然看起来无啥好，不过中国的经济分析师尤安对2022年全年总成长5.5%的目标正乐观。今年1到4月份，那制造业的投资呢增长了12.2%，在全部投资当中呢，这个是增长最快的。同时呢，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呢也保持了适度的增长。那么1到4月份呢，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了6.5%。那么这些都意味着这个经济运行呢还会发挥重要的这种支撑作用。不过，这款大部分拢是政府主动作为投资。对路透社的资料所看到的，中国总体经济是无啥共款。首先是包括房地产在内，财产高价快速减少。4月总成交值比去年同期减46.6%，是2019年以来上大的半百，也看出长时间严格封城，房地产市场的冷冻效应。景气歹，直接受害就是劳动阶层。4月整体失业率增加到6.1%，超过官方所设定的5.5%，也是2020年2月以来新高纪录。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来看澳洲工党的领袖艾班尼斯今仔就职总理，伊随着要飞去日本参加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四方安全对话。艾班尼斯答应讲会来进行改革，特别针对气候变迁、通货膨胀、各有族群的问题，伊会想办法来改善。I, Anthony Norman Albanese, do solemnly and sincerely affirm and declare that I will well and truly serve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her land and her people in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澳洲工党领袖艾班尼斯23宣誓就职，将做澳洲的新总理。甲伊最近宣誓就职的，一个华裔外交部长吴英贤，一个财政、金融加司法部长。路透社报道，虽然计票的作业还佫伫咧进行，新政府的组成也无做最后的确定。不过，艾班尼斯的宣誓就职，互伊这礼拜二会当伫咧东京，甲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个印度总理莫迪进行四方安全对话。Quad leaders meeting is an absolute priority for Australia, and it enables us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there is a change of government. There will be some changes in policy,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climate change and our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on those issues. 艾班尼斯讲，将会带领澳洲开始变革，团结规个国家，面对气候变迁、物价起价一个无平等的问题。政治评论员讲，这边大选展现出选民对莫里森政府的无信任。His policies on climate change aren't sufficient. His reaction to the bushfires and the floods, not sending in the military, going on holiday when the Australians were in a time of need was probably not the best approach, and so I think that just made the Australian people rethink who they want as their leader, which 8月的澳洲金融市场对这场选举的结果反应正平静，市场预计经济方面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澳洲151席的下议院内面，中间偏左的工党离过半的76席，一个差4席。不过一般拢认为工党会得到有够的席次，得到完全执政。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再来看美国最近拢买无牛奶粉，或真侪有爱婴仔的家长是真着急哦。美国政府赶紧对澳洲进口头一代再进口牛奶粉的军机已经飞到美国了，有55万罐哦，会先提供予一寡贵宾有特殊需要的爱婴仔。这台美国军机载牛奶粉受特殊需求囡仔的父母的希望，农业部长威尔萨克也亲自来迎接。My daughter does have a dairy allergy. It's a terrifying feeling to know that you don't know where the next meal is going to come from. 因为牛奶粉无够，各部商业航班会当配合，所以美国总统拜登下令调派军用运输机执行空运配送牛奶粉行动，自澳洲甲牛奶粉再转来美国，这是第一批，后边也有几多批。This shipment provides enough formula to take care of 9,000 babies and 18,000 toddlers. For a week. Now, it's about 500,000 8-ounce doses of formula on that plane, about 78,000 pounds. Now, the shipment came from Zurich initially,
as a result of being delivered by Nestle Gerber to the air base in Germany. It was loaded, and 8.5 hours later, it arrived here in the U.S. 正确的配方牛磷粉会优先提供给有特殊需求的幼婴仔。拜登也签法案，保证弱势家庭也当摕到牛磷粉。北京的首席经济顾问迪斯利利讲，这项行动会当让欠牛磷粉的问题，在未来几天会当小可较小套。像第一批交易量就当供应国内特殊便宜需求的配方牛磷粉15%。对长期来看，美国需要更加侪配方牛磷粉的供应商，这袂因为几间公司就对供应链有这么大的控制权。拜登政府伫咧最近处理全国配方牛磷粉无够的问题，尤其是给贵宾源配方牛磷粉更加欠。美国为了要保护本土的供应商，造成国内只敢几间供应商伫咧本土制作。这边问题就是已经影响供应链，上大的牛磷粉供应商亚皮工厂发生细菌污染的问题，产品拢收大，工厂也停工，造成供货无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桃园警方接到报案，讲公园有一个40岁的查甫人哦，摕刀啊抬伤一个老大人的大腿，佮对路人的人大细声。伫警察要抓人的时候，这个嫌犯佮摕刀啊抬伤警察，嫌犯最后是互抓起来，嘛互移送法办咯。桃园中立区中正公园发生一名40岁姓张的查甫人，看47岁细串的老先生无顺眼，拿刀啊拄伤老先生的大腿，佮对过路人下手。警方协助了，赶到现场处理，查甫人拒捕，拿刀啊攻击，过程中拄伤姓林警员的道边刑坎，造成1.5公分的伤痕。警方依照民众所指证的特征，于公园内搜寻，突然遇到犯嫌持刀靠近，一时闪避不及，不慎跌倒，且遭犯嫌持刀刺伤左胸。中正公园快支援！姓张查甫人情绪失控，甲警方发生肢体冲突，防拄伤的警员忍痛滚量，等待支援警力到场。也毋过顾及公园人济，无适合用枪，所以用棍仔、辣椒水阻止。最后伫支援警力到场了后，合力将嫌犯压制逮捕。看到民众一直讲，迄当时的情况真危险。警察4、5个要进来门口，他再冲击过来啊！过来跟警察拼啊！那时候刀子有拿在手上啊？有啊。拿着就在这里啊，都要跟警察拼啊！受伤警员送医了后，好加在保大家。动手伤人的查甫人，经讯了后，防以杀人未遂、妨害公务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华人的警方喺查毒品哦，锁定嫌犯的车顶去查到保育类的动物哪里的蓝。嫌犯嘛讲哦，因为这是真珍贵的中药材，绩效真好，所以因才会去偷猎哪里。警方巡逻经过花莲市上海街甲南京街巷仔口，发现一台银色的轿车违规停伫咧红线，去甲查发现车顶这个查甫人，毋但是无挂水烟，看起来佫真紧张。尾伫车底发现毒品，还佫一包哪里的蓝片。这是保育类嘞，这穿山甲嘞，那怎么这不能乱拿嘞。在警方劝说之下，主动交付身上所携带之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保育类动物穿山甲鳞片等物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嫌犯讲，这只哪里是伊拄台，因为哪里的蓝片是珍贵的中药材，要提起换现金买毒品，不过呢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如果你没有经过合法去申请来这个宰杀跟猎捕的话，最高呢是判处这个6个月以上跟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得并科罚金是30万到150万的罚金。民间拢传讲，哪里的蓝片冒做粉条食落去，会当消肿排毒。伫乌市1公斤会当卖到4万到5万块。伫最近这几年，中国因为掠过头，哪里已经绝种，好加在是台湾走私过去绩效更加悬。中医师讲，偏远唔通乱食，若无会腹肚痛加肝功能异常。记者综合报道。有愈来愈侪人正重视动物保护，动保单位接到的申诉嘛愈来愈侪。有立委今仔就开记者会，要求农委会佮地方政府都爱补充地方动保的卡手，嘛呼吁讲应该爱成立一支1959全国动保专线。统一动保专线，补足人力缺口。大声喊口号，有真侪民进党的立委23这天举行记者会。
强调讲，即马动保的意识抬头。毋过，根据统计，动保单位逐年平均册都有接有25万件的报案，案件量是真大复杂。毋过，全国的动保员却干那有167个人。据了解啦，截至今年的4月，全国动物保护检查人员人力员额仅有167位。其实很多的县市都是反映人力吃紧的状况，而且其实资源非常分配不均。最好的人数最多的是宜兰县21位，但是它有17位是兼职。第二好的是新北市有20位，但它也是一半以上13位是兼职。立委嘛强调讲，面对未来挺生物成长的趋势，动保案件一定会增加。不过，全国的这个动保员，真明显是无够个啊，嘛无法度来记载。刚刚提到的167这个数字，真的我们一直很痛苦，因为为什么农委会在处理地方的一个机关的员额上面，其实因为员额不是农委会可以控制的，所以这件事情也可以在这边借此呼吁，地方真的应该要重视动保工作，该给的公职员额还是应该要编。立委应望讲，农委会会当甲各县市的动保专线甲统一起来，来成立1959全国动保4码专线。对这件代志，农委会强调讲，已经有和行政院来争取经费，只要讲经费一个到位，就会当来启动相关的建制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九如最近因为有关政府的补助预算有限人哦，所以决定要发予乡民一人1000块的振兴金，21000外的乡民哦，拢会当来领。恭喜啊！接过红包，民众笑嗨嗨。屏东九如乡的开大圣王庙甲大区活动中心，23号透早排真侪人，就为着领1000块的振兴现金。有民众伫发放的时间9点准时来排，已经排到93号。没想到这么多人。我们几秒来开？我买宝马场。来开要缴账单啊！有人要立小单，有人考虑买快泰等防疫物资。去年在中央发振兴券的时阵，有真侪乡镇对补助，但迄时阵九如乡的资金无够，后来因为地方工厂争取到县府补助，唔免公所来纳，公所甲乡代会就决定要以原本的工程款甲自有财源，针对去年12月1号进前涉及九如乡的民众，每一个人发1000块的现金进行地方经济。九如咱的就国哦，本地爱开1000几万，所有工程拢由咱县长来讲补助，乡的自有财源。为着避免军事风险，除了个人来领，刚好这要亲人嘛会使派一个人摕户口簿仔等资料代表来领。全乡估计大约有21000个人受惠。疫情严重的这阵，公所嘛希望民众摕到现金了，会使过一个欢喜的肉粽节。记者陈环武面交关屏东报道。咱来看屏东的民生国小哦，有一间真特别的教室，内底有饲真侪款的汤拖，佮有一寡标本哦，提供予学生囡仔去熟悉。学校希望讲实际上，予囡仔来接触，予因来了解生物的多样性，嘛会晓来尊重无同款的生态。这里。学生囡仔围伫咧桌仔边，真认真咧找树仔顶的汤拖，因为真侪汤拖的天性会有保护色，改做树枝树叶来觅敌人。所以真无简单找到的时阵，大家拢有够欢喜。有以为它是叶子。后来怎么找到的？是艾特主任跟我们讲的。我有养过，然后它们又很可爱。芭乐树上呢，它有非常多那个昆虫在上面比如说都是像这种叶修竹节虫有公的跟母的，然后还有那个绿胶竹节虫，然后还有这个幽灵竹节虫。这是屏东民生国小的自然观察社的教室，最近当咧办汤拖破学界展览。教室内底除了有囡仔上喜意的外生物，嘛有标本旁收，希望互囡仔除了观察汤拖，嘛会当了解因生活的环境。竹节虫的部分让学生去学习到那个拟态。关于那个风的部分的话唐诗有很多讲到风的话，那我们准备一些蜂巢。把那个小朋友这种环境教育融入到各个领域啊。那针对他在课堂上的学习，那也在经由我们这次的昆虫特展里面，那可以再做一个那个知识的连结。这间汤拖破学界展览教室，平常到下课的时间人拢吵。一个囡仔小静要来观察汤拖有啥物变化。规划展览的陈文德老师希望环境教育会当唔单单是教课本的内容。予
互囡仔亲身甲同拖互动，引发因的好奇心，嘛会晓尊重各种生物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每一间学校拢正拍拼要来经营出家己的特色。咱来看台中的中校国小，就专工请布袋戏团来演出，望讲会当互囡仔来了解传统戏曲的趣味，嘛培养兴趣。趣味的口碑、活跳的红动作，拍破布袋传统戏班的界线，大卡师生自头笑到尾。台中文化剧团今日校园，唔免传统的老馆长顺便下山，正邪不两立，融合现代知识、生活伦理，新设计出布袋小学堂，引起囡仔学习的兴趣。出迷不干了，处处问题了，也来红袖，花落地都笑。主要进到校园演出都是以比较诙谐、比较趣味的。让他们基本上可以认识传统的布袋戏的角色、身段、动作，然后再服务于这个小短剧的演出，让他们可以更深一步的认识我们的传统偶戏的艺术之美。布袋这样传统艺术在国小的课本当中常常出现，不过学生的印象拢是伫咧庙口演出半无聊的古早戏。就安尼，团长王英杰就下苦心，拆解省大静活跳舞角色，小生小段基本功，武叫对焦决雌雄，口碑身段逐项精通，绝无冷场。看到真的在表演，但是在课本上就是看到图，根本就不知道它真实面貌，之后它动到底会长怎样。如果说跟着时代的演变啊，做一些变革的话，那也许就会有一些更不一样的火花，那可能可以吸引到更不同时代的人一起来喜欢布袋戏这样。捌提过台中市杰出演艺团队的台中文化剧团，那演传统戏出受肯定，嘛注心为着新时代的传承。团长王英杰讲，望跳脱传统的教学，改变师生对布袋的印象，和台湾的传统文化搁行出新路。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